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期待。这是咱来吟唱，伫早起时礼拜中，咱要做伙吟唱的2条诗歌。请咱做伙来献开圣诗第25首。今仔日是上联总会所定上联曙光纪念主日。事实上，今仔日的服侍也伫咱教会传统内底，拢伫礼拜中的服侍拢是对上联来，包括献诗。圣诗25首其实是拄拄咧学了咱生命中无共款的年代、无共款的状况内底，咱学了这位永活上帝。歌词真简单。曲调也真简单，咱做伙透过这个歌词，做伙来领受，像是学了咱伫无共款的年岁内底，上帝所赏赐予咱的祝福，咱做伙来听今朝这边来。咱做伙来吟第10就好，来，预备，来。奇妙生命，奇险可比嘞，对譬如甲故事会通讲起，向我应要献给，也通主上帝。奇妙生命。到第60个所在，小可较无共，较继续看，就是算全歌会结束，所以咱来唱第60就好啦吼。咱来唱第60吼。愿预备，来。愿我上帝伟大而上上。心经奥妙，叫我人所理解。虽然亲密难看，咱心灵家用。阿萨那耶和华上帝。这是请咱做伙来献开圣诗第559首。
圣诗第559首是一条真古早的诗歌，不过透过这首诗歌，咱也咧学了这位永远在掌权的上帝。咱来听琴段一遍来。这条歌是一条祈祷的歌，所以只要是祈祷的歌，伫圣诗，咱即摆圣诗内底会唱阿门。这也是过去圣诗旧圣诗拢会唱阿门，当然新圣诗毋是哦吼，新圣诗是只要祈祷的歌，所以咱是祈祷上帝讲求上帝掌权。这个世间虽然有战争，就亲像我拄有讲过，迄个。这2天其实以色列咧战争，咱若有注意到就知，这2天拄咧战争。这个世间有战争，会拄到灾难，总是上帝掌权，上帝治理。人有当时啊，凭家己的欲望互相对立，总是求上帝赏赐的平安，就甲咱做伙伫地。咱做伙来吟第1就好来，用预备来。永远的掌权无丢的上帝，将其心欢喜唱歌地等世，因传万民离开黑暗清天，来进入万家。灿烂的日子，愿求你是生命传家的你，何愿中的你为那个夫妻？透过上尾的阿门，咱做伙祈祷上帝讲主啊，求你甘纳。求你引带，请咱陪伴咱的心。咱时间已经到，咱请咱的手机啊，来关静音，还是来关掉。咱要开始做礼拜，请奏乐。上主安尼讲，恁着维护公平，
实践公义，因为我会拯救囡仔，我的公义连变实现。坚守安息日，拢无违背，手无做歹，即款人真有福气。这是咱三个来唱圣诗25首，圣诗25首，奇妙圣名，至善搁美丽，奇妙圣名，至善搁美丽。这是咱起立。妙生命，至善搁美丽，对比如甲故事的通讲起，充满荣耀圣洁，也通主上帝。阿拉萨那奇妙生命，亲像老母，日为最无天，计划宇宙一切奇妙创造，显出极大智慧，万物的变现。爱心的世界，不抓梦呀谁？阿拉萨那，你老兄弟，亲像少年，热情向前行，也无一切无价，永无不记，将你所有献出，为公理打拼。阿拉萨那，少年兄弟，愿我兄弟，伟大而雄雄，亲近而妙，叫我人所理解，最难亲密谈话，难心灵交融。阿拉萨那，愿我兄弟。咱游玩徛咧，用咱的使徒圣经来讲做咱信仰的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27女玛利亚来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在全能爸上帝大屏，
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非常请坐。这是咱来启应28篇，启应文28篇。暂时也是诗篇118，我来启，恁三个来用。就感谢上主，因为伊是至善。愿以色列人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除师傅气杀的招，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叫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这位应该是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这是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万愿能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的带领甲保守，互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阮毋只是伫出入所做每一件事，拢有上帝你甲阮三个伫咧，得到平安。希望阮嘛有面对风台来临的时，互阮闪避这一切，得到平安。总是阮面对你的时，阮也有感觉济济无合理上帝旨意，愿主你赦免阮。但阮阁赢子接受今仔日你的主日。也是特别是相连的时间主日日，互阮即阵相连年老的兄弟，会当到入你殿院来服侍你，用诗歌来献上到你的面前，使你接纳。阮献上感谢，伫你的中间。主啊，阮也要阁为着济济人祈祷，检查是伫病痛身躯的，愿主你有缘伸出圣的手，通过医生的医治。互遐无共款病痛身躯兄弟，会当一直得到医治，早日一天恢复因的健康，回转到恁的家庭以及圣会三个来敬拜你。但阮也看见阮桃园教会徛起即个所在，也会当诚做光严进社区调和济济事项，引带搁较济人来认捌你，加添伫阮的团结甲小组，诚做教会帮手。主啊，愿你圣神甲阮三个伫咧，互阮伫所行所做每一件事。拢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甲安排伫阮的中间，也只接受今仔日的主日，阮到入殿院，也要听起你罗卜所传讲的信息，对阮的启示甲帮助。愿你的圣神看顾伫阮的中间，恭敬将今仔日这个聚会对头到尾，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这是咱三个来看圣经上帝话，记载伫创世纪第5章第1节到第5节。第二位的圣经是21节到24节，第5章第1节到第5节，下面是亚当的后代。上帝创造人的时，是照伊家己的款式创造，伊创造因有男有女，伫因受创造的时，赐因福气，称因做人类。亚当130岁的时，生一个囝，甲伊的形象款式真亲像。甲伊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了后，阁活800年，
即个中间有搁生后生甲查某囝，当总共活930岁才死。第5章21节，以诺65岁的时生马斯撒拉。以诺生马斯撒拉了后，甲上帝同行300年。即个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以诺总共活365岁。以诺甲上帝同行，上帝接伊去，人就袂当搁看到伊。那曼182岁的时生一个囝，甲伊号叫做拿阿。伊讲，即个囝要安慰咱，因为上主目睭做地，互咱做工劳苦。那曼生安娜了后，搁活595年。即个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那曼总共活了777岁才死。挪亚500岁以后有生闪、含甲维福。以上上帝的话，愿上帝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是咱上联团契要唱的诗歌。天父听咱世间正人学了。
这是咱要请咱吴牧师正道，伊今仔正道题目甲上主同行的人，甲上主同行的人。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是总会所定双联曙光纪念主日，咱透过即日，咱学乐，咱也感谢过去咱时常在座侪信仰的前辈，伫咱中间，因到这个时阵，因也透过因的歌声、因的服侍，要祝福伫咱中间。所以咱应该真正用敬畏、甲尊重的态度来面对因。今年我是新竹中会的副议长，新竹中会副议长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爱真做双联部中会双联部的顾问牧师。所以因逐摆双联部的聚会我拢有去。然后因今年强调一项代志叫做壮世代。就是因着请人来讲吼，咱唔通讲咱老啊吼，唔通安尼讲，你爱讲我们是壮世代，所以壮世代意思就是，事实上，虽然是换一个名词，总是这嘛咧提醒咱，虽然年纪到一个程度，确实咱爱知，咱爱伫真侪代志顶头了解家己，了解家己的状况，了解家己的身躯，了解家己的年纪。总是另外一方面，咱犹原爱搁较勇壮，因为咱的智慧是别位无法度比的，爱知影确信，知影这样代志。所以愿上帝祝福，就甲咱做伙伫地。这是我要邀请你甲你边仔的人，甲伊讲真欢喜，甲你做伙做礼拜。愿上帝祝福，甲你做伙，爱真正欢喜哦，爱真正欢喜。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带领，互阮伫你的会堂内底，阮做伙组织。阮相信你赏赐互阮，中间有一群虽然年岁有可能比阮较年长，就是因透过因的年岁、因的信仰、因的性命，要互阮来学习，求上帝帮助扶持，互阮记得。你赐伫阮中间，你赏赐伫阮中间的智慧甲开力，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家谱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要紧的历史记忆。是安怎讲？这牵涉到身份的认同，因为伫家谱内底，咱会当找到我是啥物人，以及咱是啥物人？这两个真要紧，两个个人加家庭族群要紧的问题。创世纪第5章第1节到第2节就安尼记载。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下面是亚当的后代。上帝创造人的时，是照伊家己的款式创造。伊创造因有男有女，伫因受创造的时，赐因福气，称因做人类。圣经咧对咱讲，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的身躯顶头有上帝的形象。伫人受造的时，上帝就赐福予人。伫旧约内底的福气，其实有几种的意思。头一项是互人物资，第二项是受选来承担责任，第三项是互人有特殊的意义、身份甲价值。所以家谱其实就是上帝赐福予人上好的证明，因为只有人受造被生了后，才会当享受物质生活，对无？只有人受造被生落来了后，才会当知影我爱负担责任。上时更加因为咱活伫什么款的时代、什么款的所在，咱就爱回应上帝赐予咱伫这个时阵的使命，找到我是什么人，
伊是咱是啥物人的答案。遮个圣经拢对咱讲，对即份家谱来看，遮个拢甲上帝有关系。伫上帝创造人了后，创世纪第1章28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即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帝赐福因，对因讲，着生炭，加添真多，充满全地，搁治理全地，嘛着管理海里的鱼、天人的鸟，甲空地上所有会震动的生物。随上家谱就是证明这样代志。人个人就照上帝的形象，上帝所讲的，就是生炭加添真多。咱透过家谱，就证明这样代志。创世纪第5章第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当130岁时生一个囝，甲伊的形象款式真相像，甲伊号名叫做蛇德。我会记起我每一遍过去受邀请去厝内底去除偶像举行除偶像的礼拜的时阵，伫礼拜要进行之前，我咧拢会请即家的主人去将神主牌后壁的家谱抄写落来，另外抄写落来。我毋知影咱知影无？就是因为伫台湾传统信仰内底的拜公妈，迄个拜神主牌啊，其实就是拜家谱的意思。咱知，有的人知，有的人可能毋知。其实就是拜迄个家谱啊。拜公妈的意思就是拜后壁，迄个神主牌后壁有写一个家谱，讲对当时传来什么人传偌几代安尼。所以咱需要了解，咱的祖先嘛是人，免将因当作神来拜。总是咱爱抱迄种尊重甲敬畏。因为做基督徒爱会其实，嘛爱尊重，上时爱传落去。因为将这个家谱传落去，其实迄个上第一个意义叫做尊重家己啊。我尊重我安怎出世，我出世伫什么款的家庭内底，这叫做尊重家己。所以假使咱有家谱，咱爱知影台湾人真侪拢无家谱，因为就亲像萧美琴的爸爸讲，伊的祖先叫做无名氏、无名氏啊，竟会当追到3代尔。因为伫台湾人真侪是登山过台湾，所以只有登山讲无登山。所以咱爱知影，咱是安怎来，这叫做家谱带予咱真要紧的意义。上帝的话上时啊，透过这份家谱咧对咱讲，咱拢对上帝的创造来，这也是台湾基督徒身份的认同，就是咱拢是上帝所生的，伊所创造，这叫做起点。咱对这份亚当的家谱，就通读得到。这所有的人拢对上帝来。创世纪第5章第40到第5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亚当生蛇德了后，搁活800年，这中间有搁生后生查某囝。亚当总共活930岁才死。亚当有迄种咱今仔日无法度了解的长岁寿。咱爱知影，这个长岁寿比中国传说中的鼻祖活800年搁较厉害哦。中国传说中有一个鼻祖，传说讲伊活800年。亚当呢？咱若照安尼来算，亚当的岁数是活到腊月出世，也未出世之前才死哦。我讲个清楚，就是咱这份家谱上尾第9个甲第10个名中间较死哦。照这个年岁来算是安尼哦。
对于这个大水进程，人类的血受伫圣经内底有真大的差别，历来都有真侪解释，总是无定论，所以我无要直接讲另外一个什么人讲啥，我无要直接讲，咱去查可能嘛查会到。伫古早近代的苏美文献内底嘛有共款的记载，苏美的文献更较厉害，伊讲迄阵的人活万几冬，更较厉害。总是这份记载咧对咱讲，虽然亚当真长岁数，总是啥物货，伊嘛是会死。有读到上尾无？这份家谱就对咱讲这样代志。你活偌久，共款嘛是会死。这咧对咱讲上帝话袂空空，因为伊捌对亚当安尼讲，创世纪第2章17节。做伙来读这条经节，做伙来读来。毋过，迄阵会互人分别善恶的树，伊的果子你袂用得食，你若食，迄日你一定会死。亚当的死就应验上帝的话，这也互咱醒来。哦，原来咱的性命是安尼，咱的性命是袂重复，咱的性命无过有法度亲像。迄个古早 DVD 的 play 讲会当，迄个 replay。即摆咱若看电影嘛会当去看一遍对无？真歹势哦，咱的人生无法度哦，歹势，无法度。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活伫一个有限的时空内底，咱的行动作为拢是真特别。就是恁命甲别人的命共款，恁的人生绝对无共款。恁出世共一个时辰，总是恁的人生也完全无共款。上帝话更较提醒咱，透过伊的话咧提醒咱讲，咱的选择真要紧。因为上尾咱爱为着咱的选择来付代价，就亲像亚当共款，伊爱付上代价，咱嘛共款哦。然后伫这个世间有一寡选择。甚至牵涉到生甲死，对无？一寡选择就是牵涉到生甲死。伫这份家谱内底有10个名，迄个形式真简单重复，就是啥物人活几岁，生啥物人，搁活几岁，生查甫后生查某囝，活几岁，总共活几岁就死。这个记载咧对咱讲，基督教的信仰相信这样代志，咱的生命无轮回，有开始，有结束。然后人生命中上要紧的时间，就是找到迄个上帝的祝福。当时人生命中古早人生命中上高峰的时刻，就是生囝。对吧？所以记载迄个生囝号名，透过家谱，上帝咧对咱讲，伫这个世界也无咱的进程，上帝一定伫遐。然后，所以当咱有生命为喘气的每一个时刻，咱拢爱会记住，逐工，咱的生命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就亲像诗人安尼学了上帝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滴。咱若知影是上帝赐恩典，甲人立约，咱若愿意甲伊做伙行，那安尼伫咱的年岁，伫咱行过的路径内底，咱有时知，有时毋知，总是咱。上尾会知，咱迄时拄拄咧经历上帝伴咱所赐的恩典甲祝福。卡尔巴特这位出名的神学家，20世纪出名的神学家，讲到这段圣经的时阵，伊伫讲道内底安尼讲，伊讲一个惊死的人，虽然想要暗砍这种惊吓，至少比遐个毋惊死，就是惊
无惊死的人，更较接近真理。死亡是上帝对有罪的人下判决的记号，人应该爱惊死。只有明白承认咱人会死，那安尼主耶稣替咱死的事实就更较要紧。因为伊伫克西马尼园甲各各他所受的痛苦，伊甲生命源头隔绝的时的哀伤，伊代替咱承担上帝的刑罚，这个拢咧对咱讲，咱若专心倚靠伊，那安尼伫咱生命失丧痛苦的时，甲人甲上帝会听拒绝、隔绝会惊吓的时，伊拢要甲咱做伙伫地。当咱有即款的确信，咱就会真正欢喜来找到这个除去咱惊吓的疼。伫主的疼内底，甚至到生命的尽头，咱嘛会当坦然无惊，因为咱相信死亡伫主耶稣来了后，对咱毋是咒诅，毋是刑罚，因为死亡袂会掌管咱。上尾，咱只是伫基督内底来困去。巴特伫这个伊的讲道的结论安尼讲，伊讲伫主耶稣的受死，上帝安尼宣告，人类上尾的对敌是伊的对敌，伊家己要徛伫迄个被判刑的身躯边。藉着耶稣的替死，将人对死亡的掌握内底来夺转来。死亡代表上帝对人类的审判，总是加在咱才会相信上帝的人有福气，因为咱无需要搁承受迄个判决的痛苦，因为安尼有耶稣救赎的咱。是好运的，总是真特别的，是伫人类的历史顶头，早就有一个人做出这个示范，判了人一定死的刑罚。创世纪第5章21节到22节，安尼对咱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以诺65岁时生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了后。甲上帝同行300年，迄中间有阁生后生查某囝。伫这份家谱内底，以诺是第7位出现的人，迄人名第7个出现。伊的记录一开始甲进前拢共款，总是突然间有一句话真特别，叫做“甲上帝同行300年”。这表示一项代志，咱拢会甲啥物人去散步？当然是甲咱真好关系亲密的人啊！啊无你要甲啥？对无？咱拢会甲啥？啊，搁毋若散步一工尔咧，散步几工？300年咧。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同行意思就是甲人甲互相关系亲密。创世纪第5章23节到24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以诺总共活365岁。以诺甲上帝同行，上帝接伊去，人就袂当搁看到伊。近代神学家对上帝接伊去的希腊文表达有一寡意见，因认为这并无明确指出以诺是毋是有经历过死亡，毋知。因有一寡意见，总是伫古长以来，基督教信仰的传统认定，伊就是第一个也未经过死亡的人。伊甲主同行，表示上帝是伊亲密的朋友，然后伊行的方向一定甲上帝同款。这实在是无人比得着。咱爱知，咱伫这个世间上头前行，咱才会知影。咱行的路是上帝爱咱行的，所以真无简单的以诺，
因为安尼，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学落伊，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做伙来读这条经节，做伙来读来。对信，伊诺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过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伊诺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上尾咱读到这份家谱的第10个，就是拿阿。当伊出世的时，嘛偏离这个家谱原本的形式。创世纪第5章28到29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拉尾182岁时生一个囝，甲伊号名叫做拿阿。伊讲，这个囝要安慰咱，因为上主捌救助地，互咱着做工劳苦。咱也知影，伫创世纪第3章17到19节的时，上帝因为人违背伊的命令来救助土地。我之前讲到迄段的时阵，我嘛讲过，上帝救助土地、救助蛇，总是无救助人哦。咱若详细读就知。所以总是救助土地是互迄个受赶出上帝园的人，爱规世人劳苦，流汗流规身躯，才会当对土地得到修成。所以该阮的救助是伊安那辛苦嘛，无法度对土地得到修成。这延伸的吼。就是伊安那辛苦，这叫做该阮的救助。总是咱爱知影，活伫救助下面的人一定真痛苦、真无奈，因为安尼，拉尾才会为着伊的拄出世的大汉囝，号名叫做拿阿。号名拿阿，就是祈祷。咱爱知影，咱的名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过去的人，咱的祖先。对咱的期待，所以咱的名是有意义哦，因为咱的名有因的期待。当然，遐个请算命师去算命的号名的吼，无算啦。总是不管安怎，拢是咱的祖先毋望咱得到祝福的原因。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号名叫做拿阿，是毋望这个救助。到伊即代的子孙，拿阿这个名是得到安慰希伯来文的共音，总是拿阿冇安息的意思，就是子孙的意思。到这就煞。创世纪第5章30节到3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那尾生拿阿了后，要活595年，迄中间。有个生后生查某囝，那尾总共活777岁才死。那500岁以后，有生闪、含、甲、雅弗。真明显，这份家谱甲刷落去要讲的故事，就是大水有关系。所以才写到这。总是咱爱知影人的名，是了解语言文化甲神学真要紧。的锁匙，伫古早的世界内底，号名是一项大事，因为名本身，照希伯来文来看，一个名就是完整的一句，了解意思无？一个名就是完整的一句，所以伫这份家谱内底，对以诺士以后，这份家谱内底真侪名拢有神。有关的名，这名明显对更较早的来源来，总是虽然你的名敢若有上帝对无？总是你人斗活出有上帝款式，迄就无得确啊，对无？迄就无得确，迄要看个人。伫这份名单内底上要紧的名就是拿阿，若要毋望拿阿的出世，是将过去的救助换做祝福。总是人类的心思意念拢是歹，直到大水毁坏一切。上尾也是透过拿阿的限制，
互上帝无搁救助。这个咱爱继续读落去，搁听落去，就知影后来所发生的故事，互人才通伫地上得到安息。亲爱兄弟姊妹，圣经并无对咱讲，该稳甲世德的家谱是啥物人较邪恶，啥物人较正直，无。咱应该安尼讲，做进入人类的整体，这两个始祖的家谱，既然互上帝怜悯，也拢爱面对死亡。伫古早近东的地区，啥物会叫做家谱？家谱内底有名是显出你的权力甲荣耀。创世纪的家谱看起来，敢若是这项事件甲这项事件中间咧插迄个芳，看起来敢若是安尼。总是其实啥物会叫家谱？家谱是确立人伫家族甲支派内底迄个合法的身份。伫家谱内底，咱看到一代接续一代。咱爱亲爱兄弟姊妹，咱拢伫这个一代接续一代内底啊，请毋通将家己放袂记一，咱拢是啊。咱拢伫这个一代接续一代内底，然后伫一代接续一代内底受到祝福。人确实亲像上帝应允，迄个生团做，总是实际上伫这个家谱内底，佫有一个另外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旋律，咱也一直读到，伊就死啊。听有意思吼？伫家谱内底上尾就死啊。死是性命、活命的相反词，这个对咱讲。文明的进步，通帮助人活落去，更较便利、更较好的能力，总是无法度阻挡死亡甲罪恶的大水。上帝创造人，要祝福互人，总是人敢有活出上帝的祝福，确定敬拜上帝的神圣的空间嘛。人也是互做伫人生甲这个世界。继续咧传，互上帝救助甲刑罚持续作用伫人甲土地顶头咧。这拄拄好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拢爱好好思考甲回应的课题。当人类的 DNA 关键的染色体，迄个排列特定的排列，互人找到时，咱看到报章杂志。就是媒体真多的宣扬讲古长咧威胁人类，这个重大的疾病会当得到解决。最近有机会，我有甲新店马街病院的院牧咧开讲，伊咧我讲伫伊的病院内底，新店马街病院内底有一个少年的医生，伫身躯检查的时阵。却发现一个极凶恶的癌，已经第3期啊！伊家己是医生，所以伊家己迄个照料，家己看伊就知，这差不多无法度医治，无法度开刀，阁无药啊！伊毋知要安怎，所以引发全病院顶下，这当然是院内的代志。全病院顶下的关心，所以因想尽办法，使用现在美国上，应该叫做基因疗法。吼，我来讲，上简单来讲，这叫做基因疗法，就是将家己的病症甲美国医生安尼对照了，然后经过真侪通讯，将家己的血寄过美国。然后寄去了后，互因做药啊，才将这个药啊寄转来。然后伊后来食这个药啊，才慢慢现在恢复正常。亲爱兄弟姊妹，咱哪知影这爱开大钱呢？我想咱中间有医生就知，这真正开大钱。阮咧本身就讲，
加在做医生收入真悬，啊无普通人哪会开得起？这几百万的代志吼。当咱咧宣告讲，找到解决这个要紧的病的解方，随上过去3年的 COVID 大流行，上帝亲像着照着安尼，咧甲咱打脸啊！人骄傲宣告讲好，我会当解决真侪病啊！但有影？过去3年的 COVID 其实这个流行，就咧互人这个骄傲的宣言，上帝狠狠打脸啊！总是就是咱消除所有威胁人类健康的代志。亲爱兄弟姊妹，咱犹原活伫一个对倒的世界，就是咱找到互人老的基因，会当减轻，甚至会当互人活了更较久。真歹势，做犹原伫这个世间，无互人消除。C.S. 路易斯安尼讲，伊讲，我认为人安怎活，比因活偌久搁较要紧，对吧？人安怎活，比活偌久搁较要紧。C.S. 路易说咧安尼讲，对我来讲，进步就是人良心甲幸福的增长。在我看，人若只有追求长岁寿，亲像是一个见效的理想。这份家谱咧对咱讲，有一个人伊乐的特别，伊无比别人活较久对无？伊甚至是这份家谱内底活上帝。总是伊甲上帝同行300年，正做人甲上帝所追踪性命的典范。虽上，咱后来伫圣经内底嘛读到，那阿嘛甲主同行。甲上帝同行，阿伯拉罕伫上帝面前做完全的，这信仰的前辈拢咧对咱讲，什么话叫做甲上帝同行？就是凭信心甲顺服，行事做人。亲爱兄弟姊妹，假使咱若愿意，这会当成做咱每一个人生命中上好的献祭。就亲像先知安尼对咱讲，米迦书第6章第8节。做伙来读这条经节，做伙来读来。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你，什么是好？伊要求你的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上帝爱咱的，检采毋是激动到流目屎、敬拜甲讲方言。上帝爱咱的，检采毋是做出互人注目的新者、有言甲技术。上帝爱咱献上的，是咱逐工好好活出的见证。伊爱咱的敬拜，是追求公义、慈悲、正直、有怜悯甲谦卑的心。这才是甲伊做伙行，逐工甲伊做伙行。要紧的道理，咱毋是要求祈祷讲，即时一礼拜内底只有1点钟外，甲伊做伙行俩，毋是哦。咱是逐工拢祈祷，求主帮助我，互我通甲你做伙行。那安尼，这才会帮助咱离开伊的咒诅，真正确定伊的境界。愿咱顺服伫伊的话甲信心内底，凭信心去行。伊要甲咱做伙行的每一步，做伙来祈祷。主怜悯阮，因为你知愚妄的阮，伫阮所做的选择内底，是阮所踏的路径内底，阮确实毋知。你是毋是甲阮做伙行？阮是毋是有下伫你的旨意？主求你赦免阮的有限甲罪行，求你帮助阮，互阮知你爱阮，甲你做伙行。
是因为伫这条路里，你要释放，你要应允，你要甲阮做伙伫地。求上帝帮助夫妻，互阮学习真正行伫你的路里，学习逐工用阮的性命来见证你甲阮做伙行的快乐甲智慧。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我心。这是咱个三角来吟诗559首，永远伫掌管宇宙的上帝，永远伫掌管宇宙的上帝。咱起哩唱全首。永远的掌管宇宙的上帝，将其心欢喜，手歌地增世，因全万民离开黑暗清客，来进入阳光灿烂的日子。愿求你是上帝传个的你，互愿通地你快乐甲福气。愿是上帝所想所听行的，是圣家所听姊妹甲兄弟，愿主相信，永久慈爱公义，日愿中甲互我合意当心，甲上帝嘅咧归你的救，甲耶稣嘅咧最永远朋友，我未当时安我爱你，良心听一切公义甲美德，当心欢喜，出下因是阿乐，当心有我必通我最记得，对主连连头发你将家己，互愿坦然的对你高志心，求你使我增加之福威严，也更高天下加诚信的行，愿你信息会为感动之心，愿只有就你所听的心意，无论快乐忧闷，必将
会长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李正的执事吴文仁执事。咱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这是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次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领受你的话语甲恩典。那这时，阮正兄这也甘心乐意奉献金钱伫你面前，愿主我立阮的奉献，也互阮所行所做，拢会当荣耀主的名。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啊，这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要报告进前，咱三个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我念一解，啊，恁念两解。人啊，上主已经有指示恁什么是好，伊是求你是什么，就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来。是实行公义、心存慈悲、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咱献归周报第一页，伫侍奉的顶面，咱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咱拢家己来看。特别是伫迄个白话字，今仔日课中央长老要讲的白话字，有迄个笑话吼，甲较头痛的笑话啦吼，啊，所以希望大家参加吼，甲较头痛啦吼，头痛出来哦，毋是头痛啊，毋是头痛。哦，咱要看第二页的奉献吼，啊，甲小组的聚会，咱安那哦，家己看。啊，奉献若是无清楚的，会当超找咱的执事吼来更正。咱来看第三页消息的报告。
第一，今仔日是双年时间纪念日，请为新北中会双年时间部来奉献甲代祷。第二，教育部伫下晡1点，请国语教室来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第三，主日的会议伫下晡7点30分伫九楼召开，请同工老师各班的主任出席。第四，发放2024年的上半年度的堪白行事历，请各部各团体首长伫11月12前交回办公室。就是伫迄个请各部团体预算表啦伫11月初4前爱交转去互财务干部。过来就是社会增加的报告有2点，社会公告2024年当选的新任中级名单。长老王浩杰、黄文光、技术柯明伟、陈怡亨、赖建成、陈世银、胡启芳。也就是10月15，立学金的审查委员会伫中昼12点伫702室来召开，请审查委员出席参会。新旧任的中级团体首长同工训练会。伫中昼12点30分，伫705室内举行，请各位同工出席参会。小会消息：本会陈吉明兄弟、林丽玉姊妹兄弟，伫10月初3下晡1点30分，伫文殊宫病院交互病房前完成病床前的受洗仪式，由吴牧师主理，便是小会员。黄传进长老参与圣礼典，我哪有参加伫迄中间教会消息，请各区长向办公室来领取65岁以上10月份生日长者关怀礼券，请各区长适时关怀探访。第二项，伫咱桃园教会138周年。福音的主日，咱遮家己来看伫咱4楼，咱要请即个阿东的剧团来遮有表演甲即个时间，咱换家己来看。11月份受洗班开课，请受洗的兄弟请到办公室来报名。2023年10月到12月份的新眼光读经本。永恒不变的听，欢迎到办公室来领取。具体消息：本会蔡山姊妹的父亲叶伦念弟兄，伫9月27蒙主温调，将伫10月初9伫大陆的老家的老厝的村委员举行追思告别式，请关心大道甲安慰遗族。本会陈幼兰姊妹就是詹美云的妈妈。因为心脏瓣膜退化，甲胰脏的发炎，目前伫建国路的闽性急诊室的治疗，等待即个病床的安排，请代祷甲医治，互伊会当早日来得到健康。教界消息，咱的吴佩慈牧师伫10月初1开始去伫应聘真理大学的校牧，愿主保守。吴牧师的牧宣扬事工。第二，鼓励兄弟接受福音的训练。11月份对怀疑到是相信培训中心40课程，咱遮原家己来看其他桃园合作社理监事会伫今仔日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伫701召开，请理监事出席。代祷事项，咱家己来看。以上请牧师。来，我先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大先头一位是秀柱节的好朋友，纪秀仪姐妹，请伊起来，互咱来欢迎伊，好无？来，第二边吼。平安平安，欢迎吼。第二位是简佑杰。应该是来这个来到遮吼，
专家做对无？来啊，个专家组拢徛起来吼，互咱来欢迎一下吼。来。好，上尾是咱中间做伙曾牧师吼，伫牧师夫妇伫咱中间，所以我伫伊还袂，伊要甲咱分享一个代志，请咱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所以咱若要爱这中的册吼，其实会当直接教会也是我讲就会使吼，就是教会讲，然后会当讨着这个祈祷的册。为着以色列祈祷这项代志啦吼，等下曾牧师会说明。我伫遮搁补充一项代志就好，咱手中周报顶头有福音主日，就是咱教会生日。我进前时常咧讲，生日上要紧的就是传福音，所以咱特别邀请阿东剧团来，所以要请阿伯，即张就是咱的任务啦。咱厝内底的人，啥物人，也是咱的厝边朋友。也是咱好朋友，咱若为因祈祷，若写落为因祈祷，然后将即张交来办公室，然后办公室会寄邀请函以及敲电话来邀请。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咱透过安尼小小的动作，其实就是要传福音，互人通报这个好消息。愿上帝祝福，甲咱做伙伫地。这是我要请曾牧师来补充报告来。感谢上帝，好啊！这年会吼，拄则看到咱的牧师啊，咧讲到遐创世纪哦，对安尼900几岁到安尼是拢不600岁安尼吼，我则想讲，我则伊的出来咧，实在是，互我真正会当想着一项的问题，就是我最近定咧思考，讲人的性命。主管在的上帝，人的生命主管在的上帝。总是人有使用这生命的权利，所以使用生命是在的人。今仔日咱要安怎互咱的人生更较辉煌、更较有成就，在伫你家己本身的决定。你甲上帝的关系，我出摆甲这青年人咧讲，我已经80几岁啊，我要好好来享受这个人生。我的朋友迄个少年人讲，牧师啊，你唔通袂记得，圣经有2个人到80岁时，上帝予伊足大的使命。我若要来甲你考试，才考会着。一个人就是摩西，摩西80岁才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曠野40年然后接续伊的使命，就是约书亚游完80岁才带以色列百姓经过这个红海这个约旦河，进到伫迦南地。安尼这是有80岁领受上界重大使命的人个，咱的圣经中甲你教你介绍非常的诚实。所以呢，我到这个82岁，敢若是上帝有一种的这个呼喊，爱我参与伫最后全世界上界大的这个犹太人宣教。犹太人宣教的意义，就是在伫讲圣经伫这个启示录讲，上帝最后的审判，就是对上帝的家开始。
咱唔通袂记哩，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因有一个意象是讲，阮是上帝的子民。几千年来，伊拢用这个做夸口。总是，咱唔通袂记哩，咱就是新的以色列百姓，因为咱受洗归伫上帝的这个国。所以，咱犹原是以色列百姓，唔通袂记得上帝的审判要对咱开始，要对咱开始。所以，咱一定爱真正实实在在爱好好来使用咱的性命，特别伫这个悔改认罪、应答上帝的这个使命。这个代志顶面，咱爱拍拼来完成，互上帝得到荣耀，上帝来欢喜。今仔日我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从这个来介绍互咱大家。这是今年通讲世界拢总咧使用一本的祈祷，咧为着什么人祈祷？为着犹太人祈祷。为着犹太人要互因认捌耶稣是因的救主，咱唔通袂记得，犹太人是上帝的使命的这个选民，所以因的印象真深。阮只有相信这个旧约的圣经，特别摩西五经，真侪因的信仰生活。因的日常生活，因的这团体生活的根本，所以呢，因的这个主，因的囝儿，伫细汉的时阵，一定爱将这5本的这个圣经对头背到尾。为什么伊个安做？因的国民学生囡仔，学校落去就是到这个会堂，伫会堂的中间。就是为着这个教师伫遐甲因教，将圣经爱背，创世纪了解因甲上帝关系。你出来记就知影讲，咱安怎样这历史的改变。搁再出来利未记，要安怎来敬拜上帝，尊重这所有伫这个圣殿的服侍的人，伫迄个特殊的内面，互咱通真正。实在真严肃，真爱有迄个尊敬的心。你若无有敬畏的心，你坐伫这所在无路用。所以敬畏上帝，这是咱这个心情非常重要爱做的代志。大家个拢总了后，要互咱看见，就是讲，今仔日这个以色列百姓有犯着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代志。就是因唔捌认耶稣，因无爱承认耶稣是救主，因无爱信耶稣是这个因的这也是上帝第一选的这个迄中间宝、中宝，互咱会当通过伊，通得到永远活这种的这个信仰生活。因无爱承认，因为讲我有上帝就好啊，上帝是我的天父。我是信上帝，搁较比你信的上帝囝搁较好呢。实在是吼，对这个圣经无法度通了解，无法度通接受。最后说咱来通看见，就是讲，因已经开始慢慢对这个会幕、对这个教会、对这个有使命要为着因传道理、为着因祈祷的人来接受这个信仰的真侪因。这个信仰，所以现在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已经伫这个因的这个会堂内底，无伫遐有这种的这个对耶稣这种的敬拜的这个，但是呢，伫外面已经有一群人开始慢慢的接受，将耶稣做因的救主，因为因要讲。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互记那信伊的人袂沉沦，会得到永活，因无爱相信。
所以要用百般的这个语言听心，啊是讲为着因的来到，才会当成做一个真大的迄个福音啊，全世界大概有2000个咱有台湾的这个人口，因超过有2600万，2600万的这个人。特别伫即个甲犹太地倒转到即个圣地时，只有600万。所以伫遐咱会当看见，因的犹太即个人民呢，也散布伫即个所有全世界所在，哦。所以呢，我毋茫讲，即本册咱会当看见大概，因的信用。因对即个守即个祭旗的遐个代志，但是内底也有侪是人的信用的个别。咱每一工若参与伫即个祈祷，就是甲全世界所有的为着犹太人悔改认罪的一款的工作。所以呢，摕即本册的人，我毋茫咱会当诚做小组，但是讲10个一组10个5个一组拢不要紧。恁安尼是3甲，安尼选一个时间，30天，为着犹太人，为着犹太的宣告，咱来献上咱的祈祷。你家想看觅，全世界有侪人拢在做这项代志，毋茫咱会当参与一款的真大的宣告。以上。来吼，曾牧师伫咱中间，过去伫咱中间诶宣告，我嘛毋茫讲上帝，上帝互伊留因真好诶活命，咱吼140年诶时间，佮邀请恁转来吼，来咱嘛来欢迎曾牧师甲牧师娘伫咱中间，咱拍鼓来欢迎因吼。请坐。来。这个其实我知影是今年的9月16号开始，有一个宗教团体唤起的活动，这为犹太人归主来祈祷，用30天来为因祈祷，所以这有册嘛讨会着，所以咱若想讲要讨，会使对我来讨吼，还是对办公室来讨。这个祈祷其实我认为为犹太人祈祷是要紧的代志，总是。犹太人袂当讲只是住伫以色列的犹太人尔吼，犹太人伫全世界有足多，所以我认为为即块土地毋知是啥物款的原因，伫即个祈祷进行也未结束的时阵吼，因为今仔日只是到10月8号，今仔是10月8号，伫30天的祈祷内底，既然发生战争，伫以色列才发生战争，我相信这有上帝。我袂当，请咱千万毋通掠做风台，也是战争叫做上帝的刑罚，毋是哦吼，请毋通误解。总是这绝对有上帝的记号，求上帝帮咱扶持，互咱所祈祷的犹太人，也未信主的犹太人，随上我嘛要回应互曾牧师嘛吼。这个世间有真侪犹太人信主啦，这个世界有真侪犹太人信主啦。总是不管安怎，咱为着犹太人来祈祷，为着犹太人为主来祈祷，我认为这是要紧的代志。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不管伫倒位，拢通得到这个福音。这是咱三个来唱圣诗，愿全能主上帝401首，401首，愿全能主上帝。煞了，请牧师祝祷，互咱起立。愿全能主上帝，保守
属好应不退，属平安完全平安，坚心勇敢度万难，也把勇往主的灵，享受稳定永无尽，完全耶稣上帝，保守属好永无退。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期待。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非常请坐，定格木岛。咱这是要来行平安礼，咱起立向前后左右，兄弟姊妹来请安。